本样授权客家名录学简，每日一项年新闻。客家委員會8月19號舉辦第37屆創意金曲獎客家密杯作品交流會，由副主任委員姚玉培代表鼓手會主委出席並表達恭賀自己。姚副主委強調，所有密杯者都係客家本把創新嘅倡導推動領袖，客委會將繼續支持並推動客家本把創新老創新。今年創意金曲獎競爭相當激烈。姚副主委表示，客家類作品總共117項獎項，能就咱攤戲曲簡單往前方得到戲曲表演類特別獎。從今年1作品到特別獎得主身上，就得看到客家藝術老中強上台嘅創新，貢獻客家採茶劇團、金梅園咱攤劇團、國家表演藝術中心、國家高雄樂團。台北超跳劇團也都推出簽約作品密杯，表現大眼，充分體現客家藝術創新唔收求，創新不忘本界本把精神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簡嘅報道。接下來我教大家今晡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藝術。三腳採茶戲係一種民間藝術。三腳採茶戲係一種民間藝術。你學過嗎？下禮拜講來聊。